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的疫情也是严重，今仔日增加到160例，这个166例确诊的个案。啊，为着要来守护着第一线员警的健康，这个8千剂疫苗已经陆续送到位，要互员警来做。啊，这个新北市的疫情也未平稳，后续要安怎来加强防疫呢？来听新北市长侯友宜上新的说法。 今天新增的本土病例127人，校正回归39人，居家隔离了4704人。所以在整个确诊个案的掌控上，我们要看到整个高峰能不能往下掉。那我们目前看起来这个趋势是平稳，并没有往上扬，但也没有大幅度往下掉。所以我们的监测站就很重要。所以我一直在看监测站。 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监测上的阳性率是往下掉的，是好的现象。但是我们没有乐观，是因为校正回归以后，慢慢不公布，表示校正回归的数据比较少了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很精准的去看那个发病日回来算的时候是哪一天，到底高峰期过了没有，有没有往下掉。所以这几天我们还在密切的观察当中。那新北市的市民。 防疫绝对到现在不能掉以轻心，没有乐观的潜力，我们还要全力拼防疫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新北市在稽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做得非常好，大部分都做得非常好。其中有一家，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出稽查单，警告、提醒要改善，今天再去复查。 仍然没有办法落实做好人流管控，就是我们的板桥联想市场。既然没有办法做好防疫的人流管控，所以特别市场是即刻既然做不到，就暂停营业3天。医疗量非常紧绷，但是我们仍然不断的持续的来做最大的量的冲刺。 至于昨天发生了我们医护同仁们在第一线照顾确诊者，仍然受到施暴，这个让我们非常的心痛跟不舍。所以对医院跟医务同仁施暴的，我们都建请检察官一定要加重求刑，绝不宽待。所以今天第一线的医务同仁。 你头前咧拼，市里后边一定爱听。我们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来作为照顾所有第一线作战的伙伴们。像今天疫苗来了3.9万剂，我特别到卫生所以及到分局去看，我到卫生所看医护同仁的施打情形。